甘子的。哦，甘子的是吧？对。拉是，不一家牛有了。啊，一点。干的是？一点点。一点点是呢。啊，一点点是呢，不给干的了不？啊，那了不给这个了多接的。这次家牛有的吧？哦，拉是。这里去了主要开些经常用这个。大部分来吧都是等着主要经常用啊。这里俺说扎西现在不穷就有的，扎西给俺妈了不算苗的吧？过算等着现在，扎西现在还哥哥的话没这个买的。啊。直播吗？我才要嘛的，俺做不是跟他讲的话，这对我才个样那就嘛，可能吧是，对老年的感觉嘛就嘛个了的个这人，俺说的家长做个的话，可能吧做那样这，家里的东岸有，怕给买东岸样那这个讲着来钱的了这，当年这等着采用个的话，对的别么是要不的，俺那样什么搞不有钱那吧做那样得大不个这，家里的他做起可有个往跟等着这他们这个嘛都，样这什么什么多啊，对的俺说什么不离不得的话，哎呀。这些现在不穷就有的，现在还搞个的话个，俺说等你发展着的，干嘛这嘛都搞嘛的，俺你娘不老穷就做娘的，啊，干嘛呀？那你，呀，等你发展着，发干呢，这送罗家个人钱我那赚的，可能把做那三把啊，啊，可以说汉语吗？嘛的，我对，听懂，等你发展着的。哦呀，现在把这当不太懂的呀嘛，如果去那罗去，我那站呢，他做了军嘛那罗去，俺说看有就嘛的话，可有个往给他这学金全部谈那个罗，做起来可能把做3万多呀，给你那才配个，啊，呀，这是啊，就是现在那呀。那才配个，可以是呀，等你学就一那大学。哎呀，给起当不我主接说了去了，名字？哦，叫兰考错。就给叫了的。给叫就是。啊，给叫都是就是。给叫都加入些，给叫加工嘛的，就不会写个了。那时候来老干的，老年的干就嘛搞了的，可能把从那3把我那长年多，讲什么长多，我那长年多做了真就嘛那罗去，哎呀，去他们那个的不是罗。是。家中这样做。哦，家中，他我那看有嘛，他那他看的这个。家中这些，家中给他早晚2年出个嘛的，对俺说的给，这是7、8月的吧，没得这个话的，养给7、8月的吧，这看干子了家中是有嘛的吧？有的，有的是，呀，他那乐这人罗去，啊。你现在空个高个多的，我那个，妈的，他空个高个多，你听到那么嘛不接起了嘛的是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只是重名而已。哦，这个路这个人去，真不会唱。这我真不有了。啊，这个路这个人去，这什么东西长？可能把做个样的话，嘛不加的个话，俺做个什么东西长的话，啊对。yang inji menji che ke nimbo yoga的现在样东大样嘛的话，做节奏的话，说个节奏。那我就唱一小段嘛。对。唱一个家荣歌吧，可以吗？来说。请到家荣来哟，请到丹巴来，请到家荣来哟，请到丹巴来。好，可以啦。哦，去丹巴你说？对。哦，这等你看要去嘛的呀，家看要嘛的，看个不给写个么都是那就是搞那样的是吧？这看要去嘛，俺说个样家长给新个么多啊，做当俺说你给的。这这话说过那样，但是搞乱多大的，这你打搞的是没人的，打俺说搞了住那，这他们给搞头个人话全部有，这他们，这你单单那空个大东西新个多，我那站的俺说个空个搞个嘛的，空个俺说给来是搞个多，这样可能个是这个的，我那站的。你搞的那什么？刚才那个是不给早晚年的老公们都嫁给了，嫁这个都得搞的那啥。
倒办的对子啥说公的啊，我那也不行的，空个我给忙把这的搞个都。听你空个厕所用呀的，空个嘛的话，家中给的来自隔壁有的话，他忙把那个做给他做热话全部有呀，空了这，哦呀，家中给这打肉是，就随便说两句嘛。嗯，好。让我给你查个烟不？可以啊吗？让我经验，可是是，让我给你查个烟不？让我吃上个银果是，真的。就是欢迎大家来当宝贝儿。哦，真的。然后还要说吗？让我干片儿干菜你的这个这个让我给烟给的，手机这个烟不？让我可是人的是银果是，呀，真的。就差不多了，就这些。多说几句嘛，是吧？怎么这些的嘞？怎么？这个这是的嘞，干啥了？哦，对呀，我是，这个的高跟多啊，这个这些的嘞是，他这高跟的话加啊了。怎么这些的了对吧？哦，怎么这些的了？这里怎么公么的嘞？公么的嘞嘛？用家人话说嘛？哦，对。给选的求啥？给选的球上哎，对。给选的球上是，真的。怎么小把的嘞？大家早上好。这几个嘎噔的求啥？这几呢个讲哎。嘎噔的求啥？可是是。这嘎噔的求啥？哦，这个呢球上是，真的是。那中午好。这就你做给那求啥？啊，你做给那求啥？做给那球上是。对。哦呀，这里大家都吃饭了没？咱们看了是有呗？这就能跟啥？啊，这就能跟啥？怎么能跟啥？这就只能怎么的跟啥是？吃啥？是看，来，那大家都吃饱了没？这都不看啥？啊？这都不看啥？这都看什么？这都看啥？啥？这都看啥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叫兰卡措。兰卡措。南卡措是吧？他家中给的看着东西。兰卡措。兰卡措。兰卡措是吧？对对。哦，去我们了南卡措是个吧？他家中给养兰卡措是吧？对，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就是学过去而已。这里不是那家中给干的了？不。做我爸的是，做我这个是，不这个是。你不我不啊不。哦，他不是那不是个的。对。不是那一个干的那个是。这怎么说呢？啊，怎么写？是藏文。是藏文，完那罗达国。完那罗达国。哦。对，其实这个是一样的，只是家人话跟那个其他藏语就是有点不一样。但是说藏语的话，其实学的跟那个是跟安多那个藏语是一样的，在书本上我们学的是一样的。安多看吧，维藏都是一样呀，是吧？对。那家人也差不多一样，但是家人的话就怎么说嘛？他反正就是说话真的根本就听不到。是这样的。肯定咱们这些的嘞怎么说来着？用家人话吗？对。这就这些的嘞。这就这些的嘞。哦，这就这些的嘞。太高个多，他太加他们高个多，差不多了是。等你太东西呢？直播是呢？家人给。直播吗？直播也是直播。直播。不是家人话。家人话吗呀？实际那个直播都是。实际那个直播是，打直播是哟。其实。家人给直播。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等家人给这个讲都没了。现在把这等着的这个拉的，家人给发现脚马桶那汤的脚马桶那汤呀，搞了对子要的话，但他做那汤你三把讲的话，汤你三把那样，俺做给三把脚去过的话，在脚那样搞了对子多，哎呀，直播是个的，
啊，直播，应该是这样说的。就没了，开始这个有谁呢？没搞错。妈的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哦，你没听过。我了没听过哎，开始谁我了没听过？你没听过。你了没听过？哦，可以。你长得特别美是呢？你敢漂亮温柔？你敢漂亮温柔？你敢漂亮的？当然你给漂亮是呢，漂亮是吧？敢漂就是漂亮。哎呀，真的这个人的。好看。你很帅是呢？你高瘦那么着。你高瘦那么着哎？哦，老师。我呀，等你，你最后说一句祝福吧，家人话。家人话吗？用家人话来去祝福。这就그게 지진이 나기 실은이 나디우스 그대 자시텔레 주저를 만난 거를 짜이달라이스 야 전에 세라 잠깐만 짜이달라